定位守護，多國可用，拍相記錄，雙向視頻，高清大屏，大內存運行。Skidi 兒童智慧手錶 Pro 上身啦！勇氣同底氣係爸爸媽媽送俾你嘅成長禮物。5重定位技術，行到邊都有媽咪幫我睇住。今日放學自己去公園玩，囡囡放學去邊度玩，歷史軌跡一清二楚。唔使再追問你而家喺邊啊！預先睇 Apps set 定安全區域，超出範圍 Apps 就會有提醒啦。囡囡有自主空間，但家長有底線提醒，有咩問題即刻視頻通話講清楚。鏡頭對內見到小朋友，鏡頭旋轉對外見到街景，直接指路。你哋係咪前邊嗰度啊？係啦，喺呢度轉彎真係叻女嘅啫。有咗 Skidi 手錶，每一次出行都有安心陪伴。唔使隨表拔出鏡頭，向外旋可以拍景。每次睇到得意公仔都會影低，向自己旋可以自拍，影出嚟嘅相清晰，都係我嘅成長回憶。影完之後分享俾同學仔。哇，好靚啊！你影得好好睇。喺手機 Apps 設置上課禁用，小朋友學識自律，提升專注力。30幾個 Apps 同學習健康相關嘅都有，例如講定今日嘅步數目標，放學行多2圈，健康係日日累積㗎。喺手機上就可以睇到相關數據啦。大屏用起身信息大粒，少咗5速，升級大內存，同時開多幾個 Apps 都唔卡。平時玩水洗手唔使除手錶，磁吸充電800毫安實測都用得好耐下。4色錶帶校服戶外都百搭，小朋友都超中意戴。支持10個國家及地區使用，旅遊都可以陪伴喺身邊。家長要嘅其實好簡單，安全易用貼心。Skidi 幫我減憂，小朋友更獨立，快樂成長，家長安心。